先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上新的统计，讲这个7月份厝税的指数，搁来创下着新高。虽然政府有来补贴着厝税，也毋过这嘛是民众感觉上无妥当的。讲今仔这个愈补愈贵，愈补助厝税颠倒愈悬。房租现在是越来越贵啊，所以就是感觉好像有这个补助，就是也没有补贴到多少的感觉。 听起来真无奈，最近来到台北士林税处，受到政策监视，讲租金的补贴要扩大到75万户，结果厝头价有对称。他们就有遇到是说，房东是说不能租屋补助，但是它的价格就相对来的低一点。 有补助的，这个厝价开价就会较贵。这个单小姐你怨叹讲，这敢有居住的正义？这根本就是你变相起价。依照统计，全台厝税年增加到最近这2年来拢起价。2022年7月份超过2%，2023年嘛继续起。虽然讲有变化过，回到2%以下，也毋过2024年嘛阁起价。6月份年增加率是2.59%，这是28年来上悬的记录。租金补贴呢，其实是双面刃，它一方面可以降低民众的租屋负担，但同时呢，也会推高了租金的行情。它的作用跟新青安房贷的补贴呢，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另外，伫房市过热的情形下，银行有一寡限制贷款的政策，看起来影响到买厝的人，当时嘛拍到无辜的租厝中。民众呢，如果把房子出租的话，往往会把增加的利息转嫁到租金上，所以呢，一旦利率全面提高，最受伤的恐怕是租屋族。 提款利息、补助加折悬的厝价，加上水电、瓦斯、主体维修拢总起价，厝头价成本增加。 当然，对反映伫个租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互这无壳落嚟真正受到照顾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议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